大家好，我叫伍思樂，2D 班21號。我今日想講嘅係《論語》嘅第9章，第1節同埋第3節。一長公至長，子貢問曰：賜也何如？子曰：予棄也。曰：何棄也？曰：乎連也。三獻問。子貢方人。子曰：賜也然乎哉？夫我則不暇。譯文。子貢問孔子：我是一個怎樣的人？孔子道：你是個器皿。子貢又問：是什麼器皿呢？孔子說：宗廟裏盛七做的禮器。三子貢譏評別人。孔子說：子貢啊，你很賢能吧？我可沒這閒工夫。咁我就佢裏邊賞識嘅內容咧，就係個第一嘅賞識內容就係嗰個孔子就利用器嚟比喻人哋子貢有才能啦。而當時器咧就係以前古代時期係一啲好貴重嘅禮器啦。比喻子貢好有才能啊。而第三嗰個就係提醒子貢咧要反省咗自己先再去批評別人啦。咁就係反映孔子就係嚴於律己，寬以待人嘅教導啦。而裏邊有啲道理我都想分享下嘅。就係佢對現實帶來嘅影響。第一啦，就係佢有少少矛盾啦。咁因為而家社會咧就大部分都係團隊合作啦。咁某啲人又有佢自己才能啦。而嗰篇文裏邊講嘅器咧就係講緊整體嘅領域整合能力啦。咁我就覺得佢有少少類似君子不器嘅意思。而第三嗰個就係方人之戒，先反省再批評別人。咁我覺得咧呢個咧就係對現代人一個好嘅反省啦。因為咁你批評別人，咁你又唔知自己又錯啲咩，咁對自己嗰個品德會有好大嘅問題啦。咁我講到你呢度就係咁多。